我哋細個會睇嘅劇集啦，好似時光倒流咁啊！回憶係100分嘅，知道佢再做續集好興奮啦。25年啦，係啦，樣貌係老咗㗎，但係好襯翻套戲嘅時間線啦。交代翻少少以前點解會有時光機呢樣嘢發生，咁跟住再之後嘅後續故事咁，續得到上一集咯，幾好睇啊！真係。我幾中意林峰秦始皇嗰個角色，都幾有型，係好獨特、好有霸氣嘅人，同時間佢都有少少講情理咁樣。我中意顧生咯，梗係康小龍㗎啦。都中意睇佢拍呢啲有少少打打殺殺嘅嗰啲戲，打嚟打去幾好睇。古天樂係做得好搞笑，係一貫作風好搞笑嘅。冇理由係六國嗰個時代，你講 thank you 或者 good luck。博士，廖啟智，廖啟智會係幾開心見到佢咁樣咯。講翻成個故事，最主要係順天而行。好多謝啊古天樂可以帶俾我哋一個好好嘅電影，好有感覺，好有新鮮感，好值得推介。準備迎接新一年啦，咁睇呢一套戲又好應景喎。咁我都好希望香港嘅觀眾同埋世界嘅觀眾可以支持呢套電影《尋秦記》。天命最高。